哎，王爷，王爷，你等等我呀！秦柔，秦柔，哎，王爷，哎不，太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秦柔一定来过吧？他人呢？秦柔他是来过，不过那是2天以前了，好久没见着他了。秦柔可曾来找过你？王爷，秦柔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当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？你们又吵架了？明天就要成婚了。哎，王爷，四弟啊，三哥，秦柔她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想想秦柔都有可能去哪些地方。昨夜我就发现她有些反常，我本以为她是因为我被册封为太子的缘故，怕我日后疏远她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三哥，我，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对我说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几日前秦柔她就找过我，还说让我跟你齐心协力，我当时就没当回事儿。现在细想起来，她其实早就有离开的准备了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秦柔她一向一惊一乍的，我哪知道她哪句话是真的呀？都怪我，你别急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找找。